啊，久等啦！為咗表姐重新翻嚟，準備2隻車，最後嘅500箱，呢度嘅仲犀利，洗衣液，哇，1000支啊！唉，大佬啊，好多嘢俾你哋啊，好多嘢送俾你哋啊！點解？入呢食飯記住啊哈，一位袋領一件，唔中意嘅話冇問題，記得領1支。我就未開業，但係我呢個誠意係答謝一直以來喺度等我嘅粉絲，同埋呢一個星期喺度默默咁樣等我開門嘅粉絲，我會回饋翻你哋嘅，放心，每位袋表姐都會安排俾你哋。嚟13號啊哈，13號開始，日日過嚟食飯，日日同你9個1，真係嘅。